Hello，伢子我一种呢种子、种谷、种地、种碰、种油，我都还没ra葱，老头的老汉呢，的老汉的ra你们想ra带高升那个，他是过了这段对呢，到兄弟真脚对没ra葱呢，有都知道了啦，一人呢都还阿没留着呢，噻，要只要对老师傅呢。说着的话，你希望你的支持，莫一路的小红心，让等你我走喽。容母你故也，容母你贵。那么那故事要多久？家到农村。我早多远？早就要叫农村狗我早远，见那么那故事要么农村狗我叫做姑娘姑子到你那个多美的米村。你个大名个米出马农村高我带多姑娘姑子到你大路中间里段，这个土大带给你这，那故事要叫农村高我走。从马之追，容母你故园，见那么那故事要多久？家到农村高我走多远？就早了要叫农村高我走。见那么那故事要么农村高我家走姑娘姑子到你那个多美的米村，那个多美的米出么农村高我带多姑娘姑子到你多母中间草原，这带给你那故事要早就要早，叫农村高我走早了从么知道耶，容母你故园。这个土大带给你这，那故事要闹了姑娘姑子多等餐早节，大路这多要多路，大路这早了要早路，要请到姑娘姑子到你。个多美个米村，你莫到农村高我带多那故事要的花里八节，大热你大鸟那故事要路见黑会里嘎远，容母你故园。这个土大带给你这那故事要做闹了姑娘姑子到你多等彩脸，打那故事要路这多这要多路打路这早了要早远。要请到姑娘姑子到你那个大名个米村，你莫到。